人堂今日来到新屋，哇！你天风真劲吼，当舒爽。今日我请了你的香胖，唐人讲吼，了尾后差不多吼，全部都给他踢，全部都香胖的。这里还教的讲茶站买用给他命。哎呦，真劲嘞！哇，候车亭这也是，你看到我那要吓到哦。红树香肠哎，你看那茶牌，哇，哎呦，黑你哦，哎呦，风草，哦，分呀，看到你是欢喜啦，哦，来，那边看到，根本一条按拉咯，按耶咯，你都要被冲过啊，根本客家人有名堂啊，唱到的是洪丽姐，欢迎。真紧当久冇喺电视面前看到彭丽了。从河洛高桥当苏到大家分享嘅記，係桃園出色嘅客家模嘢。出過當道中嘅河洛傳說，咪為下詞下橋。當到河洛高樹唱梁前玉、光輝也掉，都是唱佢寫嘅歌位哦。也按多年來佢喊卡專心啲寫佛教音樂，唱黃思婷嘅佛教傳說就係假劇作哦。你还会真挺厉害呢，连站牌都写彭醋哎。嘿，因為你要種下為所吼，路啊嘛個摸路牌啊摸名啊吼，甚至登場嘅為所吼，其實直接寫澎湖，因為啲講啊，你要寫下啲澎湖嘅，到你下冊落一圈，你所有看到嘅一望無際全澎湖嘅。古時候會方圓800里啊，全部都香澎誒。哦，澎湖，咁然後落喎應該都該會錯嘛？係羅福啊，羅福到改片呢，都改片咯。改片呢，係。你唔係全部牙鐵嘅，咩牙落唔係都改啊？啊，你要去說澎湖嘅親戚朋友誒。哦，親戚朋友誒。整個家族嘛。哦，咁我突然去看牙落嘅貨，都改片係啊。都改片呢。好，突然去去看，好嘛？好，來。全部都牙相旁的哈。哦，你要去舔很僵哦，你看这样舔。哎呀，你省音的世界，我小时候还跟过田呢。绿油油跟田。真的。我省音的世界，就带到幸福乡。不过我觉得我是个很有一张快乐的童年的小孩，因为省音的世界带到种下哈，阿公阿婆种田嘛，啊天都麦卡圈好搞哈，那时候还有养牛，然后你看舔手割波，其实小孩子就是好玩。哎呦，我俩真劲哦，跟人家无糖还咸菜嘛？无糖咸菜。咸菜哦，古早等下伊嘛看得到。啊，等下走在看得到，出台家的看。哇，哎，真劲吼！不過好了聊了天鳳啊吼。哎，你第二箱螃咗嘛？係。螃嘅同好去買嘅同。龍獅糖。哦，是兩位哦。哎呦，很正哦，按到鄉親朋友哦。哎，鄉親朋友大家好。哦，哇，有，阿叔，很正哦，見唔見啊？按泰拳嘅人哦，見比澎湖泰豐嘅親戚都來嘢，我嚟分享澎麗也澎湖之講啊！阿棒，好，哎，大家好，哎呦，很熱情哦，啊！我叫他姑姑漢比阿姑，你叫姑蟲，我俩古蟲嘿啊，你阿姑嘿啊，哦，根本都按熱情哦，準備了客家啊，師傅們客家的生信啦。哦喲，客家最有名係乜嘅？糍粑，哦，哎呦，來看一下好冇？哦，哎呦，你看看，叫我來說吼，哦，嗱，跌落到了地方哦，來，紅麗姐，先來睡一下，哎呦，米湯有買，好深哦，好吃，哇，要是媽媽的米湯，阿婆的米湯，真嘅，你客家人才做出來的糍粑，真嘅。根本準備按到呀，但係你身唔睇啦，係全部帶轉去。省音的世界阿婆哈，做到煲湯啊，重上歌，唐阿婆唱歌啊，唐阿婆講故事，還有我們只要抬頭看天空哦，可以看到那個很美麗的星河，看到非常多的星星，那個是我省音到台到兩行哦，我讓我想到這個記憶，我感覺到幸福。哎，副總，你俩落我看起來動講，那幾多年的歷史嘞？大概50-60年嘛，條板又漲過，條板是奶磚的，奶磚呢是這麼厚的，也就是那個土角厝。不過看到那條板一定是有錢，看到嗎？你看屋頂上面，
那个瓷砖，那油钱你差不多有按钮会瓷砖哦。对呀我。们还有签的时间有长狗。对呀。哦。條牌冇簽哦，啊。真嘅。還有簽的時有長狗。哦，其實哈，歹勢，其實哈，你初步啊，誒，條牌前6000，因為呢，從家爸手啊，開龍劍什麼？開嘛個？開龍劍，就是那個艾米。哦，艾米耶，棉米耶，棉米廠條牌上度，按照錢莊啊，錢莊。哎呦，又挑過。哦，動詞重有，動詞重有啊，加油！但兒童就知道了。哇，9個負，10個禿，真的。是有錢嘢，棉米廠哦，艾米耶，條牌嗰度，你梗係谷掹嗰嚟些，掹手嗰嚟些，佢是先假錢，嗰時到家爸假錢，哎呦，挑過槍，但是條擺錢莊，剩假簽，上樓嘅谷吼，掹落嚟啊，半支用刀嘅啦。到嗰嚟些哈，前面嗰嚟些，是幾個叉是10年幾，佢是在一個中間。你拿來食幾多錢？哦，你係哎呦，本來幾多啊？我們唐唐你很厲害哦，條擺是比按因為錢莊來賺錢。所以你就知道我為什麼有這個頭。你媽懂槍，你媽懂會做生意咧。係啊。哦，嘉義哦，等下有機會去家去做個城鄉東營啊，有機會還要做到過去看一下。然後他是我們旁街哈，那個在整個年輕一輩，他是最有錢。沒有沒有。真勁誒！祖上積德。哎呦，叫董崇了啊！是不是？係嗎？伢爸爸係胖嘛個？潘福亮。彭什麼龍？哎對，彭武良。哎呦，哎那名都同好誒。咁你啲伢爸爸係設計師嘛？啊，爸爸哈，跳下我了解一下，29歲嘛哈。沒有，你爸28歲。啊，我29啦，我29啦，我爸爸28歲。哦，是，所以28歲的是5字輩的。對，像我們這在座都全部黑幕。哦，沒有，馬哥沒有，不一樣。5字輩啊。他是27，我是57， 5字輩。哦，28。不錯，你的是什麼字輩？你也是文字輩。你是文字輩。他最大。你安多媽咪啊？武兵士兵的兵，當兵的兵。士兵的。龐武兵嘿。啊，潘武兵，所以這個你要是喊阿伯。阿伯。阿亮。叔公，你娘很多。唐吉琴，我就不能是文字的啦，應該是文字輩。哎，六年冇招咯。哎，冇招，這種是因為牙膏有招，票本落喺名本黃香香的是一種。哦。懂王啊，感覺。哦，已經不知道該取什麼了，紅文什麼都已經用光了。所以就用哦，亮，要調價了，要錢莊的調價。彭武旗，彭武旗啊，麒麟的麒，哦，那名號。哦，現在也在開 7。哎呦，條擺錢莊開到厲害。哎呦，真勁哦，會做生意哦。人家龐家，你都懂會做生意，你看該。彭武祥，但你留那麼耐都行不了地方，你像龐家。是很多遷徙過來呀。比如大陸那邊，是那個瑞燕宮，遷徙，人家全部係瑞燕宮底下的那個子孫，共同的啦。共同咖啡，共同都行不了地方。啊，第二片是從新豐那邊就是上岸。相旁的地桃園新屋，算係人數1度嘅大家族。來台主水燕宮，喺清朝乾隆18年個烏水溝來到台灣，開基創業。伙房嘅屋脊被請地理師來指點，聽講啊，對廣東陸豐延伸嘅地下龍脈，本地理師簽到嘅，也地理補貼，人等當多，行個子孫都當有才錢咯。講到相旁嘅老祖公啊，就係長命嘅經典代表人物。掌櫃寫這首功我們的彭祖堅坑宮，哇，堅坑宮它是4000多年前了西前年前。哦，是的，哇，你看遷徙，對，這是我的祖先呐。祖先哦，你還祖先哦，哎，你有嗎？那因為他是皇帝該第8世孫，堯帝啊久病在床，就去請堅坑宮了哈，去幫他醫病。因為他醫病，然後有功，
有功以后，他被他治愈，被之后了哈，之后是把他封到大鹏国，大鹏国是那些徐州的大鹏国嘛，对，就以鹏为姓，以国为姓，就会用大鹏国诶，这个鹏为姓，对为姓，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夏商周嘛，夏商周那时候他是商贤大夫，应该是孙烈他来服众。那所以当官当得很大，所以那整个大鹏国哈，可以治理得很好。那后来因为可能是太平，所以没有危机意识，是本给武丁可以消灭，不以消灭，结果那些彭祖啊，就是要逃亡嘛，他举家因为他有49个太太啊。有服人啊！你还祖先安厉害呀！神体样吼，有52个来啊52个来，52个来，52个小，所以我们的祖先49个不喵，52个来，比皇帝还厉害吼！应该算。看到那是董这边，那看到有6个香，有张廖家庙，应该这个张廖也算是一个姓。对，像我的同学哈，因为他住西屯国小，就是在我们张廖家庙附近嘛。我的同学就有张廖什么。那我们张廖的姓啊，它其实是张廖不同姓啊。那么在世界上仅此一家，没有分号啊。所以我们的祖先49个不喵，52个来，比皇帝还厉害吼！应该算。这就是要讲到，所以他养生很好，对啊。他活到几多岁啊？820岁。820岁啊！活到820岁啊！你要祖先？对啊。也神的呀，安尼哦。也全世界最老的，全世界最长寿的人，生涯祖先。对。啊，最多不用的人，最多生意的人。有没有否定3000后宫？他已经算客气了，你意思说对不对啊？我是。哎呦，可以活到800多岁。所以他的故事里面是说以动为养生，他也有在修行嘛，就是有德行的人。对，他有三个买术哈。第一个养生术就是也膳食养生。膳食养生。是那个什么膳食养生。第二是气功。养气。最重要的膳食养生。对。养气。对。还有吗？下一个就不好讲。没关系，你小声跟我讲就好。干嘛？49个老婆就是房事嘛。第一次听到悄悄话那么大声的。哎呦，对神体王吼。哎呦，不错，这种神体王吼。我还可以。所以那些自损的呀，遍及中国大陆全部哦。对，我们上一次太空那个中鹏总会统计哈，700-800万人而且是属于大姓，在中国大陆算。哎，它这整个迁徙有个图哦，你用把你迁徙的哈。迁徙的刚开始不是讲徐州吗？徐州因为那个武丁消灭大鹏嘛，消灭大鹏是它分3个系列在逃，第一个逃到武夷山，第二个武夷山嘛，他的儿子叫彭武跟彭仪，所以现在另外武夷山是以武夷，他们即便他们2个在开垦哈，得回垦哈，变成就是纪念他们2个，所以那边叫武夷山。原来是这样子。第二个就逃到河南啊、江西那个，那个系列就是我们这个江西这个系列。T 傻梅是逃到陇西，就是他自己带队，就是我们的旁族的哈，七家带出耶，自己把子孙就带到陇西去逃难，但是在陇西很难生存就转西节庞山，就是四川彭山县，以前不是大地震有那个彭山县嘛，彭山县，然后就在那边定居，他出生的那边庞山，然后
也死在那边，把钟都该位。所以生鱼师、死鱼师、藏鱼师就是在拱唐山。唐山哎呀，延绵宫，因为逃到江西嘛，是都拱协、板豆、陆丰县、杰西，广东的跟海边那个陆丰，现在是叫做陆河县跟陆丰分两个的，所以你的台湾的呀，几乎都是广东。还有福建那边来2个系列。还有刚刚讲啊吼，了吼，让伢彭氏彭氏大夫吼，很清楚。你讲的地师啊，你是旧师，都那边看到都你要投钱啊，那自己的延年功，最早的啦，该他最早讲，的延年功开始分好了，一直分好了，干是都黑灰嘞，都黑灰，然后有那个像我阿太，阿太按照创立，外公按照发帖，所以这都是五字辈，娘爸爸，你有看到冇？下回吼，五梁公，娘爸爸，两个爸爸，三个女咯，两个老太，川影公，大弟弟，娘太梯，小弟弟，凯豪，弟弟的儿子，来，来，来上位到弟弟。澎湖嘅火房冇同茶法，唔过族谱实系写到同详细，清清楚楚。帮人嘅祠堂要整理到同腔里。大哥讲也都爱感谢嗰啲祠堂嘅宗亲。无记澎湖嘅子孙就冇法度发展到按顺序，事业成功。阿爸，咱介绍，介绍下你后多妈名，澎湖乡，吴兄阿爸，强荣，老爸爸强荣，28岁，自备28岁出头做生癌啊，其他冇咧。还有两位，加2年是80岁啊。大刘烟是80岁。还有两位全部你挨这家是管理啊，管理的，管理挨讲明堂，原来百姓，前面爱掘错，先叫大众。哎呦，冇得公田啊，公摊啊，唔会发展。讲会懂所以爱努力的，原来百姓爱清洁，爱为强力，强力，没掘错，是个太君啊，讲我会掘错，我掘错是大众的。正嘅。而心理环境啊，原来百姓看到我走啊，那让自尊有好奇，因为最重要要每一年要注重大家每一年啊，我这外人有干干。今年78岁嘅吴雄阿伯，身体还动硬长，当真系澎族嘅子孙啊！吴雄阿伯年时就喺啲火房度，佢东沙皮嘅老人讲，自家既然签嚟清太嘅职业，爱守护澎湖嘅祠堂。爱本老祖公喺度当书上，从爱大边嘅澎湖子孙，大家都有好发展，也像系佢自家清太嘅成就。因为正义同胞伊抢动，因为龙狮同介绍过同多摆，不过第一摆吼，正义迄像旁的有名的人，所以好好来介绍，该今日做好了未？心情用吧。其实吼，我是为是个下一首客家歌。真嘅哦。不过你客家歌的歌词吼，因为我到台流嘛，我去到广东吼，去到那客家会所，我是相当爱你台湾客家歌哈，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叫《回家的方向》。有这样的时间啊，读书啊，然后出社会，然后你可能谈恋爱，你有很多理想，可是你完全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一直直到就是你今年我到台流发展，我的歌曲，我的音乐到台流又得奖哈。那么因为当然你一直得奖，你上前头节目啊，开始在到台流为所安台，你可以玩到，那你可能台山台水，大山大水。当时你就会觉得西嘎特别渺小，然后你会突然听到一个用闽南语讲哈喂，你或是客家的音乐、客家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你会心灵突然是一种很动圈的感觉就拉近了，然后你会开始去注意到文化的东西。相信你懂我北同球哈，你有时候会想家想福海门头啊，想妈妈啦，想福海菜啊。想家里的空气，基本想，你8岁时间全部都了解，8岁就才。生意的时间差不多了高我国小1年级的时间，我记得讲我
开学去报道，怎么全班都姓彭？哦，全部的亲戚啦，特别爱图书的时间啊，我们的老师姓上嘛，哈，你还属公，嘿，叔公，哈，所以我们考试考不好啦，哈，老师要处罚，唔敢答应。一打哦，爸爸的钱。阿婆属公根本一答啊。哦，鼓作正言，神奇都神奇，都神奇。大家撮當快樂嘅生活，本彭麗啲醒目，嗰位伊咧當快樂嘅童年。接下來彭麗來電小組，視察是當家，愛去到台中，講幾篇咩要伊咧當貼片嘅同學，愛收幾本大家哦。洪麗姐，係，你喺出來了，要天鳳啊，真言動將，你天鳳啊吼，所以人天嘅故鄉錯冇？係，你喺天嘅故鄉。你有冇講？我講吼，我喺度8歲嘅時間，8歲之前喺度。新豐嘛，新屋嘛，哈。8歲以後，8歲之後呢，還是聽爸爸媽媽哈都推助，他們來這裡打拼他們的事業嘛。我就在這個地方長大。哦，廖邊啊，啲啊，廖邊啊，旁邊啊，吼，是逢甲夜市。還有一家更重要哈，除了你要逢甲哈，就逢甲夜市哈，開家圈地嘛哈，因為推重要嘅，你當暗嘅時間，全部東西好食，咁個哈。就一家為所去切對面地，我們客家有名堂的，人貴吼，唔是看。真嘅哦，夾夾來看下咧，看到咧是董貼邊，你看到有兩隻香料，係啊，董事長好，哦，董事長，看到咧董貼邊啦吼，第一擺看到哈張廖家廟，有辦法去啊新木啊吼范江，范腳，范腳，然後可能這個就是一個范江是個一次有2個姓在裡面。那第一拜來到了台中，那逢甲有條附近看到有張廖家廟，應該這個張廖也算是一個姓。對，像我的同學哈，因為我住離西屯國小，就是在我們張廖家廟附近嘛。我的同學就有張廖什麼。那我們張廖的姓啊，它其實是張廖不同姓啊。那麼在世界上啊，僅此一家，沒有分號啊。張廖唔係像番姜腔樣安尼嘅福相。係松香，簡單來講呢，就係菜生香料，過程過後，阿公婆派嘅香就改做種。按貼片嘅香，還是上到中國廈門大學嘅學者來研究，經過考證，張廖係好落客，火鳳建築面前有筆筒，還有3間2橫屋，還個圍屋嘅格局，也都係經典嘅客家建築形式。對兩位相中又想了呢，接下來就係啷個？687年前，大概是元末明初的時候啊，那我們的祖先啊，當初啊是住在雲霄，後來啊，他就到诏安的這個官皮啊去入贅，那麼入贅以後啊，他就生了一個孩子，那麼這個孩子他只有一個，他只生了一個。那當初啊，他因為啊，在這個在雲霄的時候啊，已經結過婚了，也生過孩子。但是啊，因為這個廖家，他當時啊是在這個官皮的這個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員外，但只有一個女孩子啊，你一定是要入我的贅，他也考慮了蠻久，但後來啊，他就好像是半推半就答應了哈，那麼最後，那麼生了孩子以後，只有生了一個。他當時他從這雲霄過去是在教書啊，是教這個教他這個女兒啊，結果變成他的女婿啊。那麼生了孩子以後啊，這個當然對孩子就交代說，那你將來一定要記得我們生一定要傳續廖家的這個香煙，那麼死你要回我們張家的這個姓，那麼就是一世雙挑，就是2個他都有。張廖堂號是什麼堂號？所以你有跟他家買過水餃嗎？有賣水餃啊！真的？對，你還真的跟他買過水餃啊？以前我外號叫水餃西施水餃西施。對。哦。水餃的朋友鍋貼。好吃啊！給我吃了呀！我剛吃肉，然後被嗆到。哦，記得你水仔嘅，你種的生肉啦。哎呦，敬業。雙挑，就是2個他都有。張廖堂號是什麼堂號？我們的堂號啊是千和園派，那麼也叫做千武堂。那為什麼會有千武堂？
那么清就是清河，姓张的。那廖就是武威，所以我们里面就有所谓清武延庆啊，里面就有那个有白有边的。所以该张廖，又有一个堂叫做陈户堂。那么陈户堂是我们这个张廖家庙的堂号。所以说你要在庙啊吼，有三只堂吼，一只迄相总的，迄清河堂，一个相廖的，武威堂，对。张廖的陈户堂，对，那陈户堂真的是我们这个张廖家庙里面的堂号，跟我们原来在大陆上的堂号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每一个分支出去自己设的一个堂号。那为什么叫做陈户堂？因为来到台湾以后啊，那么我们这个所谓陈户，叫做陈祖先的福气呀，这个户是福气、祸福的意思啦，护佑后代子孙，还要动右几时哈？对，旁边对联是可能存承先代传家，为忠为孝。这边护后人积蓄宜勤宜俭，他讲的嘛。对，老娘不开差不多，无所谓陈户堂。小钟，你敢讲吗？张廖家庙可以山东酱，为什么都是蓝色的？这个从以前开始100多年前建的时候它就是以这个蓝色当初他讲是青色，其他的颜色是为辅，到里面去看。里面含那都青色。你不可以啊？好，请。张廖家庙在1916年起复设，有100年嘅历史诶。1985年本年列作係3級古蹟。规间家庙就系用墙色为主，系形成墙色代表尊贵，含个建筑度用嘅塑雕、石雕，还有高字头，都系讲是清高级嘅哦。这个家庙其实是按照庙的这个规格来做的，都是有依照风水的这个格局来建造。比如说我们的这外面的这庙城，到这里面进来，到这个山川殿的这个高度它是差了58公分，然后再30公分，然后再8公分，都按照庙的那个格局把它造的。那这个山川殿就是要到这个拜殿和这个正殿之间的这很重要的一个地点。那这所有的这个格局大概是一般的这个祠堂庙，它没有这个山川殿不会盖这么漂亮。这里有接待和祭拜的一个双重作用规划设计啦。因为这个祖孙很多，所以他平常他可以在这里面的正殿拜，或者在这个拜殿拜，但是有一些他会在山川殿拜。然后我刚刚来的时候就听董事长说，动到东西都特难，就是被偷走了。哎呀，古迹耶，被偷走什么东西啊？这些打掉的这个都是。这个就是那个有看，这个卡榫这又空掉了。这个也被偷掉，梁柱也被偷掉，对啊，连梁柱都被偷掉，这个很值钱哦。那个小偷力气蛮大的哈。连柱子都搬走了，你看看。然后他们现在上面的雕梁画栋上面画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精致。对，你看到宫庙、寺庙里面没有这么漂亮，真的漂亮，已经找不到了。请豆这几根要好好把它顾好。里面也是啊，里面还有里面就看一下，哇。好，清武延庆，就是清河堂加上武威堂。那么这个匾额是当初这个盖好的时候这个他们大家把它放上去的。哇，那个也是古迹了。对，等于是庙盖好的一种庆祝的这最重要的东西了。对，等于说你开门做生意那个扛棒一样，那个招牌一样。然后也就是代表张廖的这个传承。对，但是它又有一个堂号陈户堂。1736年的时候我们祖先过来这边开化，我们开化的面积大概几百甲。所以当初在养这个庙的时候庙产大概有超200甲，包括水南机场，这里真的被征收的。因为我们刚才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旁边都是商圈，不是逢甲商就是盖着新的房子，它这是唯一一个特别的地方，对，特立独行。原本找不到，一看到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要好好守住这一块。而且竟然有那种世外桃源，然后非常亲近的感觉。对，而且这是古迹，真的要好好保留。现在这个
这一块啊，我跟市政在谈啊，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啊，所有的公共设施要做得更完善。对。把这个古迹一定要做得更完善。那么最近啊，那市政来，那我们的厢房要去整修，它大概编了2000万。来到了张廖家庙，那我们看到它的精神，家庙的精神，有许多安将，本来感觉讲啊，有因为啊，安尼盼望啊，每昨天有机会，让阿你的公堂许多喊啊好。张廖家庙虽然讲本年列作係古蹟，後世子孫總唔得凊彩走，不過還係有家廟嘅功能，係重慶愛拜阿公婆，還有來始終鄉下嘅素材哦。这有分两边，你看到没有？一边是清，一边是武的。对，清河堂就是姓张的，对不对？对，武威姓廖，武威姓廖，对，然后中间是张廖的。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它这里有4个堂号。对，清武、清河，然后武威跟陈户。那个就是张公、廖妈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就是钱武。哦。我们这边供奉的这个祠堂叫陈户。陈户是哦，按是敌人哦。今尾整个什么年啊？让我大开眼界啊！某年的发行啊，某机会看到了，按 TV 在踢风。这位好嘛，是又一家节目啊，就是我们这个客家有名堂可以来报道这样的一个，把它给这个传承记录下来。其实这附近不只是我们张廖家庙哈，这附近还有很多好高、好雪、好料的美食。真的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对客家人重感情，客家人很重感情。对。突然你谢谢啊，谢谢啊。来推动啊，爸爸开始走生意哈，就在哪里丰家家附近文华路走路便当啊，就是卖水饺。那卖水饺很辛苦啊，可是为了不爱好运啊哈，不止爸爸亲自教我唱歌、视谱、发音，另外爸爸还去借钱，去假钱哦，卖一堆那种。有脚贝斯的那个电子琴啊，一台还10几万，那时候是非常贵的这样子。那每次我只要不认真，然后爸爸就讲哦，我不容易，我是人假钱来培养你还袂太好，你吼会行认真着社会人吼，莫帮爱烦恼。那其实我是甲阿婆妹给来讲，还袂你太的时间一天的好命哦，好，所以其实坐在这边讲很多故事，我突然好感动，了踢风洞这边冲哦，了生涯后摆时是带了未？来到幸福讲半对俩岛的时间，去带到俩文华路，好像是这不忘记是哪一栋大楼。是带了未啊？是走台六村超北啊，做路边摊卖水饺。对，那小时候我也会帮忙卖水饺，就在这里面。真紧哦。对，然后该公车有无？公车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跟我爸讲，老婆啊，不然你10只水饺，哇，30只水饺，去假是你松可以不一样。没有，他就是开过来，叫完之后他会绕一圈嘛，然后再他会装在锅囊里面。你看了妈有卖锅贴，然后董秋妈就水饺东西，还有麻辣臭豆腐。这以前是他的家你有看过他吗？有。这个还假的？美女哈，哇！所以你有跟他家买过水饺吗？有，这里有卖水饺啊，真的？对，你还真的跟他买过水饺啊？然后接下来把他的店接下来就继续卖这个臭豆腐啊。真的是看你这臭豆腐。以前我外号叫水饺西施。水饺西施。对。真颖，有没有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哎呦，你看看，真会讲话，来包20份哈。好，那祝你们生意兴隆哦，谢谢。真颖，那冇骗人哦，真颖也不卡。行业也天意故乡，旁立4世節嘅回憶，一係全部想起來嘅。再日同老人分享各種事神奇嘅事情。雖然沒有賣這個，沒有水餃了，吃個鍋貼，讓你回憶一下4世節，好不好？就是水餃的朋友，鍋貼。好吃的。好吃。让你重温小的时候的感觉就讲你小时候包水饺的感觉。对啊。所以你知道吗？我只要闻到，只要有路边摊，有那种小朋友在家里帮忙包水饺，然后过去我会特别感動。一定會去買。出題也是嘅最舊嘅記憶，旁立讓我哋難忘嘅回憶，就係逢甲大學。
叶片啊，咪算係彭列新世界嘅遊樂場哦。你看到冇？俩是來到了逢甲大學正門口俩地方誒。那我講逢甲大學啊，學生啊出來啊，出社會啊，全部啊吼做工程的啊，中道哦，是中岛。作為同學，禮拜六的學生啊，全部都優秀。所以像張宇大哥能夠走入演藝圈是沒把書讀好。哎，沒有，這個算是學以致用。因為念大學的時候參加社團。是。哎，我以前我是念五專，轉頭啦，啊，剛好冇嘛讀書，就是參加熱音社。哦，熱音社就。武術練下團，然後音樂有關咧，哎，咁啊，幾好食嘅啊！不是我剛吃肉，然後被嗆到。哦，記得佢種，佢識仔嘅，佢種的生肉啦。哎呦，敬業！哎呦，阿彌陀佛！我忘了，我吃完的時候，哎，蠻好吃的，然後後來被塞到牙縫，這是肉嗎？哎，佢有點排泄啦，佢冇生用嘅嘢啦，你阿佢會食到肉，哎呦！彭列講，現在踢球冇轉來台中嘅，實在太歡喜嘅，而係冇注意實食到肉破嘅嘅。阿彌陀佛，唔係調試嘅啦，佛祖會原諒我哋啦。你看現在那個開得好漂亮。對，我跟你講，我每次看到這個鳳凰花開的時候啊，我就會特別的去幻想。雖然我是小朋友，可是我會幻想，我會想講啊，又應該吐台頭時間。我畢業的時候，或是我下課的時候，我就會像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樣，拿着書然後下課這樣。這世界好相當相似嘅彭列，過後冇實現做大學生嘅夢。現在生來就有當好嘅成績，本期第19歲嘅下就被唱片公司發現，成為全力栽培嘅高手。也按多年來，彭列較少唱嘅，專心來寫副教音樂，鼓手老虎結業。唔但唱實在，佢還啲台北開嘅一間摘菜傳堂，全心愛嚟推廣實在嘅好喎。哇，哎，洪麗姐，你倆提風正經懂講，一開始看到倆彈卡，看到啊吼，你是第啊，你係一個禮佛嘅人，錯冇？你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錯冇？那這副唐卡呢，它不是畫的，它是拼布唐卡。這舊嘅呀，沉香木，這貴嘅啊，那是自由瓊鑽石，嘿，佢算木頭界鑽石。對。哇，太高了，看一下，哇，很強哦，那沉香，哇，看起來像是一個山水畫哎。好看，了解長度，我們講市價差不多4000萬。各位觀眾，4000萬。幾千萬。開始看到倆彈卡，看到啊吼，你是第啊，你係一個禮佛嘅人，錯冇？你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錯冇？那這副唐卡呢，它不是畫的，它是拼布唐卡，這是印度的一個很老的手工藝啊，一塊一塊布拼起來的。哎呦，按貼片了。所以你看哈，嘿，來繞到可以用挖的，沒用挖的。哦。你看哈，對，頭南蘑菇色嘞，冕膚色嘞，哈，然後還有身上的兩柱帛啊，哈，珠寶這些東西，包括他的手、他的腳，所有的顏色。那佢哋唐卡呢個如何有上尊摩瓊龍的菩薩嘛，哈，它全部都是一片一片的，一疊一疊，然後拼湊出來的。對，哦，我們看到兩豐色的兩面，哈，藏傳佛教裡面這叫什麼？長壽佛，也就是我們顯宗講的阿彌陀佛的另外一個不同的一個身相。那麼用了長壽佛，希望啊，我哋嘅銀行裏頭呀，有煙福裡面都有呀。啊，除了說我們吃素啦，吃這些齋菜哈，就是對我們自己的身體很健康。那麼我們也希望說啊，菩薩走在婆福哎，你心靈也健康。懂哦，到倆哦，批到倆哦，真嘅啊，懂熊啊，看有懂丘跟松板豬肉啊，真的呢，就是那有丘那泰式那個椒麻雞。對，哎，其實倆懂啊，你倆哈，佢嘅名是哦喏。啊，素食的泰味椒麻雞，金係緊實的干用，因為它兩片全部是在，它這個是用很多的水果纖維、大豆纖維去做出來的東西。按貼片咯，很手的。啊，試看看。有點酸酸，有點辣辣，有點甜甜。那是椒麻雞啊。對，椒麻雞的味道。東涌椒麻雞，口感那東涌，唔過佢嘅仔嘅，哦，豆的味道好香，越嚼越香。這項做的是雪蓮紅，我們講呢是以前嘅皮案，馬介種。馬介種呢？批來東涌挑魚喎，
跳舞的米头啊，给有头油啦。嘿，其实这个就是乌色的我们讲胡椒怎么样？胡椒，黑胡椒酱。真紧哦。对，嗨。对啊。你若去哈，你豆当中或你东东，因为有些人不吃太咸，味道太咸。那么你俩做其实肯定还蛮。真紧懂用心的。你试下肯定还几分熟。哦，真紧好香。可以吗？羊肉用马做的羊肉可以用菇的嘛？哦，答对了，这个是 tail 菇。相信来到了地方啊，会爱上素食。是。正经的，比如说按摩无肉不欢的，你看上班一定要生肉。嚟到呀，正然係打破嘅小組，佢對食材嘅簡單想法，除睇嘅下食嘅兩出雜菜，彭烈還推薦一出眼下天初愛食嘅西火鍋，呀火鍋啊背後是有故嘅哦。哦，很香哦。嘿，一般你吃了小火锅啊，差不多给它汤头用大骨头搞，嘿，你要用嘛个？因为你实在的哈，总得用肉啊、用了骨头去炖汤嘛哈。你会有11款香料，那这个香料哪里来？也是曾经过去我你西藏去朝圣的时候，你在西藏人嘛，上那北国啊，东浪老些的为首。他根本没有种出蔬菜啊，所以我们这些吃素人去那边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吃什么？好，羊肉也不敢吃，羊奶也不敢喝，什么马奶酒、羊奶酒都不敢喝。那永白人冻浪那个时候那个出家人嘛，他就给我的这个香料。哎呦！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香料去煮汤。那米头正经懂特别，铁板皮头按用的铜的米头，铜不过又正经懂香。其实它就是可以针对你的胃，就是可以暖胃。可以行氣，但是佢用外半一種火移動態。食飽嘅最苦，又識得到狂劇。彭烈真然係從樣養成大師彭祖嘅後腿。彭烈來開一間餐廳啊，除咗希望愛推廣實在以外，另外嘅目的就係愛推廣三修，本現代人嘅身心靈都會做到超狂劇嘅境界。故所點讀嘅另外嘅主要嘅商品就係沉香哦。一日落了地方啊，人点是冻香，嘿，可能有买冻到了沉香嘿，沉香最便宜几多钱？最便宜的1公克15克，嘿，最贵的，据我所知，1公克到50万台币都有。50万哦，50万，1公克哦。差很多钱哦。差非常多。老太给他讲一下，沉香是什么东西？其实它原来就是一棵树，沉香树，长在这种沼泽边，长在山里面，经过天地灾变呐，还有的虫啊，有九虫啊，有白蚁啊，各种昆虫可能去侵蚀它，那么它可能就是变成它树体会自体免疫，就会结一种香，其实它就是这种菌啊，好一种菌，然后让树结成一种很像胶状的东西，所以你看你捆沉香，譬如讲，你捆了两无味嘛个东西，油。加油嘿啊，因为它自体免疫之后啊，它受了这种大自然的这种侵害，我们讲说它其实是受伤了，不受自体保护就产生了这种油。这旧的了沉香木，就这贵的啊，贵，那是有像钻石，嘿，就算木头界的钻石，对，你有把你看了，真的沉香还做假的沉香，因为今天的沉香哈，它没有一定的规则。可以听嘿哈，就是它纹路嘿啊，天然的哈或透你挑白纸的用来放大镜，来看纹路看有恐龙，因为做假的纹路就会比较规则。好，对，你用放大镜看，你直接可以看到油路，油的油线哈，加油线，绝对看得出来，看到油的这个结晶体。一袋好嘅沉香，天初愛上有暗藏嘅時間，現正當罕見，故所也假是當貴。有一句老古人講：一兩沉香，一兩金呐。其实大部分的好的沉香，或是说你用下倒的沉香，你走在青岛，俩水地北度，就是它可以沉水啊。哦，不说了，不用到了水，它会沉下去。沉下去。动到木头，不用到水，它不会浮去了，它会沉下去。它会沉下去。不说了嘛，做实验，那沉下去是真给那些沉香。他们这样讲哦，用因不孝商人哦，它里面会做假做铅。那木麻米头啊。好，重点来了。系啊，了沉香了，了较便宜，是无？好，了较香的了，米头。给了下香，俺讲哈，沉香给了下贵，了下真下贵。东因为卖唔错是讲，你去捆沉香一天，
因为沉香，顾名思义，一定要沉又要香。其实每一天的有没有？因为动因走咖的时间，他会拿这种沉香去泡水泡油。泡油哦。泡香鸡。去哦。煮油。也检点嘅沉香，都係旁地去到東南亞、緬甸、寮國各地去買嘅。佢講啊，自家親身去看，卡保種嘅多品質，同時咪推表老家的謠言啊！接下來旁地就會來教大家幾步，帶大家行下認識沉香。天然，因為天然東西根本唔會難處。從也得是貴嘅東西啦哈。你這樣聞淡淡的味道，對不對？蠻油膩哦，蠻油。但是你把它放在手上，然後是你要搞一下，哈，捏一下，然後皮就冇恐龍啦。哦。所以你可以，就是你自己把玩，它叫為下精，當特別，它精油黏那個溫度下以後，它味道會散發出來。那是厲害的地方。好。那更厲害的是，剛剛有根本走的哎呦哦，那怎麼辦呢？聞就有分不同的方式。哦，用馬冷批。我們用腹式的呼吸法。腹式呼吸法。我們就是深深吸一口氣，憋氣之後放掉。這樣的一做好幾次。跟香味很有這個聽它彈的時間哈，你會覺得很舒服。哦，哇，開竅。哇，你真的是很專門呢。那如果說天靈蓋都開了。對，真的是這樣。那如果你只是聞普通的味道，它只是在鼻子這裡。是兩味聽，真點厲害，這皮都了，哦，了，最爽哈。古時候啊，要沉香，我們話的女兒香。女兒香，就講因為她請入前，你是員外嘛。哦。員外家裡要嫁女兒，一天又一得沉香。嫁妝哦，這個是一個傳家之寶，應用為昂貴，給貴出來，因為它的成分對我們的心血管、心臟血管非常的好，有種在淨化空氣。講到沉香，旁地就等唔切，為老安當年嘅經驗，留大家來分享。一下佢愛來教大家批沉香嘅正確方法。先點一支沉香，稍等用樹脂膏同葉柿子拿等，從一隻 OK 嘅用嘅。點出嘅部分向內背，譬如細減數額嘅蔬菜皮，秋皮到本人心裡沉靜嘅香味。接下來旁地愛為大家來證實，點度加出當個嘅正點直播咯。Magic 啊，係乜嘅東西咧？大家來看一下。3、2、1。哇！大家來看一下，哇，很強哦，那沉香，哇！看起來像是一個山水畫哎。好，這粒沉香就是這個就是整座天然的。那麼傳說中啦哈，這個就是我們講天界的普陀山啊，觀音廟修行的地方的普陀山，就是天界天宮的這個普陀山。哦，就是那麼的峻險。你要地冇便宜哦，你要地幾多錢？你要地差不多，我們講市價差不多4000萬。各位觀眾，4000萬。幾千萬。有看過冇？4000萬的沉香，這個程度呢，看起來是像一個佛界的普陀山一樣。哇！真係嘆為觀止啊！第一擺看到4000萬的沉香，是對彭麗姐兩位。哎呦，兩年啊！哎呦，很棒咯！哎呦，4000萬啊！哦。也真件係太開眼界呢！沉香嘅香味溜溜嘅呢，大家批香嘅過程當中，唔到啲嘢頭氣會變色變慢，咪唔到啲嘢心裡就沉靜下來嘅。今邊透過旁地嘅真香小記，要帶大家再過嚟了解糖荷對家畜嘅重要，因為糖荷家畜有強健嘅力頭，因為糖荷會增啲自家嘅筋。客家嘅名堂真件當有意義哦。